大家拜托大家带阮一票苏志芬一票，好不好？咱文明一定爱赢，台湾一定爱赢，大家讲好啦，好啦。苏志芬是我咧政治上上正常的人，伊的故事，咱所有的文人人拢知。伊是一个坚强的女性，一个坚强的县长，一个坚强的立法委员，一个坚强的政治人物，大家讲对唔对？我要直接甲大家讲3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，大家会记的话，2008年，民进党失去政权，国民党开始对咱的政治人物全面追杀。苏志芬就是在国民党的目标之一。当时的司法罗织罪名该修啊，修啊迄天，咱所尊敬的苏志芬，面对不公不义的司法，伊无惊吓啦，他把戴着手铐的2只手举起来抗议，来证明他的清白啦。刷落来，他用绝食来捍卫自己的清白。一审无罪，2审嘛无罪，3审嘛无罪啦，大家拢是安尼。即摆想起来，迄阵啊，苏志芬，迄个时阵，我是民进党的主席，我去看守所甲看的时阵，伊身体真虚，不过伊拢无咧讲伊家己的代志，我阁会记的。伊甲我讲，伊讲主席。民进党袂使互人抹黑，咱是清白的，你一定要坚强，带咱的民进党搁徛起来。遮尔多年过去啊，我对伊实在是足感谢，一直藏在心内。即届伊本来想讲要退休，但是看到耽误云林发展遮尔多年的地方派系，搁要重新回来啊，所以伊放袂落，我嘛放袂落。我拜托伊，即届为了文人阁拼一摆，为咱的台湾阁拼一摆，伊有答应。各位文人的乡亲时代，咱是毋是互咱的选票，互伊温暖好啊，好啊？互伊阁留在咱的立法院，为咱的文人来拍拼4年好啊，好？我要讲的第2项代志。就是苏志芬为咱台湾的民主来付出。有人讲起苏志芬的家族是政治家族，各位，苏志芬的爸爸是苏东启先生，被国民党讲成是匪谍抓去关；妈妈是苏洪月娇，被国民党说知情不报，嘛抓去关2年啦。后来。苏志芬的妈妈参加东外民主运动，为台湾流血流汗。政治没有给苏家什么好处，颠倒害得苏志芬阮细汉的时阵，就看袂到伊的爸爸跟妈妈。但是伊受到爸爸妈妈的影响，伊犹愿参加咱的民进党，争取咱台湾的民主化啦。我实在。